太子宫，新营太子宫。哦，新营太子宫要办绕境活动了，5天的绕境了。哦，国历6月29礼拜3到7月3号礼拜天。哦，5天的绕境活动呢，有柳营啊、盐水啊，还有新营的部分啊。哦，绕境活动范围很广呢。你看柳营、盐水、新营，你看。第一天6月29号礼拜3，从太子宫起驾到柳营区柳营拜天宴来镇西宫，国义后五谷王公庙镇西宫呢，那大脚腿真武宫，小脚腿顺天。明圣殿，还有五金陵华主宫、太康里营销太子殿，今年去真武殿、泰安宫、济安宫、青龙宫、龙虎宫、天安堂，这里就是龙虎宫、天安堂。今天公布谢5千岁圣诞千秋。海山圣宫镇南殿就是五谷王庙，还有同济宫新营的皇宫庙，然后再到土库土安宫，皮寮里的伽蓝庙，然后后镇里保安宫，然后到盐水区上帝庙，主安宫，委员参拜，然后回驾太子宫。第二天6月30号礼拜4，从太子宫起驾到盐水区湖南宫、长城宫、朱贤宫、北帝殿、护地宫、妈祖庙，然后镇南宫、盐水区公所、大众庙、伽蓝庙、福安宫、武庙、盐水的武庙，然后义州普照宫、义龙宫、树来角富济宫、下庄福王宫、后寮永庆宫、番仔寮代天府、保安宫。委员周转参拜，孙错里保圣宫、圣天宫、杨筹措保禅宫，尾寮武安宫、中州寮周有3点水，中州寮中坛宫、田寮永和宫、麻油寮庆华宫、大丰南天宫、天宝厝宝龙宫、南头港和我的家乡盐水镇南头港。电脑是地水加土，电脑是地，那应该念作烂。泥泞那个土叫烂。南头港晋天宫，然后下联保生宫、主府张圣宫、顶寮太保宫、下寮代天府、红臭寮龙凤宫、永安宫、大庄天烈宫、是同寮南显宫，委员参拜，然后就营天德宫。回驾太子宫，同寮里王宫就没有提到，在五千厝朝龙宫附近也有赤同寮。然后第3天7月1号礼拜，从太子宫起驾到新营太子宫南边那个竹安宫还有五星里经处5千厝朝龙宫妈祖庙，然后新结庄灵武宫、铁线里通济宫，新的妈祖庙通济宫。秀才姑爷那里的代天湖，赤铜角、三子滩、花寨、朝龙宫、表代理保安宫、回驾太子宫。第4天7月2号礼拜6，太子宫起驾到旧部里古坡、德龙宫、南池里的五贤宫、嘉芳里大将公庙。镇安殿还有总主会所，然后回驾。第5天7月3号礼拜天，太子宫起驾到太南里绕境巡礼，中午12点升匾大殿，然后5天，然后到太北里绕境圆满。
永共绕境有柳营、盐水、新营，主要是那个高速公路西边那边呢，到太子宫。哦，建教大典，丙申科罗天大教，新营太子宫呢，在丙申年中华民国196年年底12月下旬呢要举办罗天大教。12月16到24有9天的罗天大教。12月16到24，农历11月18号到26号，9天罗天大教。新营太子宫，这里有新营的龙虎宫天安塔。15千岁圣诞千秋，15千岁圣诞千秋，恭祝15千岁圣诞千秋。